你信唔信真正嘅強大其實係由唔願意開始嘅？我曾經都好怕改變，驚挑戰，唔敢突破。我成日都覺得有能力嘅人係天生就係贏喺起，直到我發現原來做你唔願意做嘅事先叫做改變，原來做你以為做唔到嘅事先叫做挑戰，原來做你驚到震嘅事先叫做突破。冇人一出手就贏，所有你睇到嘅游刃有餘背後都係闖出嚟嘅傷痕，練出嚟嘅厚度，同埋無數次趴低再起身嘅記憶。你以為能力係天賦，其實佢係傷痕結焦之後最硬淨嘅盔甲。你以為高手係好彩，其實佢只係你放棄嘅時候選擇咗再多行一步。邊個唔驚啊？邊個未痛過？你先至知道乜嘢叫做勇敢。正正係因為痛過，你先練得出唔會再痛嘅本事。所以如果你今日都仲未開始，唔好再等，有準備嗰一日。能力唔係等翻嚟嘅，係做出嚟嘅。由聽日開始，揾一件你一直唔願意做、唔敢做、覺得自己做唔到嘅小事，你唔想打嘅電話。可能係學一個你驚學唔識嘅技能，可能係開口爭取一次你應得嘅嘢，好嗎？我係海莉，剛剛好療癒你，一個陪你走過黑暗隧道嘅療癒師。我得你都得，記得關注我，你會越嚟越走向幸福嘅自己。感恩就由呢一步開始坐，就由呢一次開始練。你唔需要一下子好厲害，你只需要而家就行出第一步。留言同我講，我聽日就會做乜。我等你同我報喜，我哋一齊喺呢個現實，嘅戰場練出自己最硬淨嘅樣，好冇？